遮个海事啊，着听我的话；遮个百姓啊，着留心对远远来听。对我伫胎年，耶和华就警调我；对我伫老母的腹肚，伊就叫我的名。伊予我的喙亲像来刀，将我放伫伊的手的低音下，佫予我正做磨光的糋，将我放伫伊的糋地。对我讲：你是我的奴仆以色列，我要因为你得到荣光。三角来学了，圣诗298首，圣诗298首，快乐快乐，阮来敬拜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请咱犹原徛地，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所鲁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亚多任来受苦，顶十架死，埋葬落门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我上天，打坐全能的爸上帝大病，伊要对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道的教会，信徒相通，做赦免，肉体搁我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启应文第47篇。启应文第47篇，上诗是以赛亚书第49章。启应文第47篇，我来客请咱会众来应。
正海岛啊，着听我的话。我伫胎年，上主就警调我。伊互我的喙亲像来刀，搁互我诚侪磨尖的剑。伊有对我讲：“你是我的奴仆以色列。”我就讲：“我拍拼是空空。”还久我靠上主替我伸冤。我伫胎年，上主做我做伊的奴仆，要互雅各归向伊，因为上主看我最尊贵。伊有讲：“你做我的奴仆，通兴起雅各的支族。”毋若安尼，我要互你做较大的事，我嘛要设立你做列邦的光。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伫这多变的世代，你也阁保守阮。阮伫这个受分别的早起时，阁一届来到你的殿院中，同心自执敬拜学罗你，也听对你来敬请阮的话，求主保守阮每一人的心思意念。伫这波的疫情后半段，求主保守阮。互阮每一人有警醒，保护家己的行动来执行，无阁受到伤害。伫最近一波一波的冷气团甲寒流的中间冲击中，互阮每一人有够业的警醒，无致到受到波及，也会当平安来经过。求主保守。伫这段期间中，伫阮兄弟中有拄到失丧的。求主亲自安慰、扶持、固守因的心灵，也有辛苦病痛、出外工作、求学的，求主保守因的心灵，也做因及时的帮助者，甲安慰、扶持，互因无袂记止伫逐所在来亲近主。今仔日是总会所定为传福音所设的台湾神学院的奉献主日。有特别派神学生林书杰来传达学院的信息甲需要，求主保守神学院所传达神学生所传达的信息，有对你来快乐，互讲甲听的拢平平得到帮助。我咱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免。三甲来看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以赛亚书第53章，以赛亚书第53章第4节开始到12节。以赛亚书53章第4节到12节，我来读。伊实在担当咱的忧闷，背咱的苦痛。总是咱掠做伊受责罚，互上帝拍，阁受苦楚。若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，为着咱的罪过受害，伊担当刑罚，咱得到平安；伊受逼迫，咱得到医好。咱拢亲像羊迷路，逐人行家己的偏路。耶和华互咱众人的罪拢归伫伊身上。伊受压迫，拄着艰苦，还阁无开喙。伊亲像羊仔牵到受害的地，阁亲像羊伫剪门的人的面前无出声。伊也安尼无开喙。伊对压迫甲审判受处去。伫伊的世代，
治水上着伊对活人的地受剪除，也是因为我的百姓做挂受拍。伊虽然无行强暴，喙也无有开闸，还佫伫伊的死甲歹人同谋，也甲妇人相夹，总是耶和华欢喜伤害伊，互伊受苦痛。伊的活命做赎罪的祭。迄时伊要看见雨下，搁加添火数，搁加添火收。耶和华所欢喜的事，要伫伊的手中行通。伊要看见本身劳苦的效果，就心满意足。我义的奴仆要用伊的知识，互侪侪人得到称作义，也伊要担当因的罪过。所以我要互伊甲最权威的分分野，甲强猛的分所抢的物，因为伊放杀性命到死，伊也列伫罪犯的中间，总是伊担当侪侪人的罪，搁替罪犯祈祷。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人，这是赞美。天的万般有伊的日期，请圣歌队。正道，这是要请
新学生临时结来正道，今仔的题目是上帝的路谱，上帝的路谱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开始讲道大声，咱三个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的恩典甲带领，互阮通自知，做伙来听你的话语，恳求你的信心帮赞，互阮通听见，嘛通看见。在这过程中，阮的心会当明白，主你的心意伫阮的心上。安尼恳求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今日咱所读的经文是伫以赛亚书53章的40到12节。以赛亚书这个名是以赛亚是一个先知的名。以赛亚先知这个名的意思是上主拯救。咱若对以赛亚这个名的意思通看到，先知以赛亚甲伊的门徒领受宣讲上帝要拯救的使命，伊对逐世代上帝的子民来讲起上帝拯救的心意。伫今仔日所读的经文中，是属伫以赛亚书40章以后的部分。这部分是描写以色列互巴比伦掠去的路尾，甲要倒转去耶路撒冷的开始。迄个时阵，巴比伦掠去的迄代，比巴比伦掠去的迄代，拢差不多过往啊。新的一代伫巴比伦兴起生活，迄是巴比伦政权结束、波斯政权兴起的时阵。波斯的统治者开始用一款无共款的统治，互以色列人毋但会当家己管理家己，而且阁允准因会当转去耶路撒冷，开始因的敬拜，会当有一个新的开始。这个过程就好亲像耶利米书29章10节所讲的，讲到讲，因为耶和华安尼讲，巴比伦70年的期限已经满，我要临到恁，正我所对恁讲的好话，互恁倒来这个所在。看到先知安尼的宣布，我想这真正是一件互人欢喜得跳的代志，因为先知的话应验，拯救者耶和华大有气力。不过，看到趴远的耶路撒冷，正准备要转去的以色列人，因敢确信这是上帝拯救呢？伫先知呼吁要转去耶路撒冷的时，这群互人掠去巴比伦的以色列人，因的心情到底是怎样呢？听到要转去的话，因敢真正欢喜快乐？也是讲，听到要转去，看到趴远的耶路撒冷，因想到的是过去互巴比伦帝国掠去的迄款建设。因敢会感谢这个新的政府的政策，也是讲耶路撒冷的趴远，互因想到耶和华的审判甲咒诅呢？这是一段互人无想要回想的经验，甚至是规个民族失败、受伤的经验。当因看过巴比伦伟大的王宫甲宫庙了，现在阁看到毁坏的耶路撒冷，谁会相信上主要拯救？阁有谁会愿意转去迄个伤心的所在呢？面对上帝拯救，这听是要听，总是无明白；看是要看，总是未晓得的以色列人，对先知所讲的话无啥相信。先知伫
以赛亚书52章，也是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53章的头前，伊伫遮就咧传播讲，以色列听见上主作王啊，伊要拯救耶路撒冷，引带以色列对巴比伦出来。耶和华要行伫罗波的头前，以色列上帝要做因后面的保护。煞接，神伫搁伫以赛亚书52章13节中，邀请已经听见遮的话的人，目睭爱闭互紧，将眼光放伫罗波伊行代志的智慧顶面，来看见罗波伊行代志是行伫智慧的传统，是行伫摩西的传统，是行伫信仰的传统，毋是行伫世间的传统。而且，这个罗卜要受举起升悬，伊的地位要升到至悬的所在。神伫呼吁以色列人，恁爱听见耶和华所宣告的救恩，恁也要看见耶和华的罗卜要用智慧来行代志，将来要真做真悬。神伫以赛亚的呼吁表明，这款听见甲看见是领受上主拯救的关键。不过，对这要转去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来讲，因虽然对神伫遐已经听见上帝拯救的心意啊，但是因看到的却是破碎的耶路撒冷，是上帝受苦的罗卜。敢讲，这真正是上帝拯救。伫以色列人的眼中，上帝的罗卜无有一个成功甚至是健康的外表，反倒等伊的面貌无人通认，伊的病互人看做是咒诅，伊的面貌甚至比别人较有损伤，时常受到苦痛。伫咱人来看，可能袂认为这个罗卜所表现的是一个水的见证，伊的形状比世间人较有损害，可能毋是互人通欣赏的，而且有可能是互人看到会惊的。伫生活中，咱可能拢会拍拼，互咱家己莫拄到亲像这位罗卜迄款痛苦。但是真特别，今日所读的经文讲起迄个受苦罗卜的形象，相时嘛是新约圣经见证耶稣就是迄位弥赛亚的重要的经文。耶稣基督处如罗卜的身份，一上十字架，是为着要救赎咱全人类的罪。讲到这，可能有人会认为讲。今仔日所读的这段经文是甲耶稣较有关系啦，因为耶稣已经完成这个伟大的救赎计划啊。无毋对，神的话应验啊！照着耶稣基督，咱无阁受到罪的压制，每一日拢会当过得胜的生活。但是弥赛亚来，敢讲？这是互咱会当过一个互人欣赏的得胜生活吗？伫我要考神学院考试的时阵，我有听过一个同学，伊讲来这考试是因为听讲台城是台湾神学教育界的台台，所以才选择来这考试。检采这句话，互咱会感觉伤过世俗。哪会因为这个看板、这个名来读台城呢？应该是有更较明显的呼调才对啊。不过，迄位来考试的学生，伊对学校的印象，有可能嘛是表示一款对学校的认同。另外一方面，嘛表示迄位同学是望将迄上好的来献给上帝。希望家己有一个成功的学识，
所以选择有好名声的学校来读，要来做上帝的奴仆，受好的教育，我想应该是理所当然的。因为咱拢无希望家己伫未来的服侍中充满了失败，也是因为家己无财物无知识，伫服侍也是工作中徛袂稳。咱可能嘛，亲像这位同学同款，伫工作、学业，也是甲人的关系、家庭顶面，咱拢追求一个受到祝福的形象，而且希望家己会当牵得到学乐。耶稣邀请伊的门徒来学习的款式，像是咱也甲门徒同款，来做伙学习耶稣奴仆的款式。对咱中间侪人来讲，拜六礼拜到教会来受造就、来学习、来听道理，拢是为着陪伴家己，会当互上帝来使用。伫生活中，来敲找要怎样成做一个上帝好的、看做好的奴仆，陪伴兄弟姊妹，会当做伙到上帝面前。我想这个代志，就是成做咱在回应呼召的时阵，真重要的一件代志。对咱来讲，咱拢在学习要怎样伫家己生活中来活出迄款奴仆的款式。这款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代志。这就是为什么伫教会会教导兄弟姊妹要怎样成做奴仆款式的领导、奴仆款式的领导者，甚至嘛有仆人领导学这本册来出版。虽然仆人领导学这本册的作者，伊本身是一位非常谦卑，嘛重视领导者的责任，反对用权力做中心的这款威权的领导，伊是徛这款立场的人。总是当咱听到奴仆款式的领袖，也是仆人领导学这款题目的时阵，对咱来讲，咱伫咧学习奴仆款式的时阵，听到这款词，可能会互咱一种真安全的感觉。因为当咱看到领袖也是领导这个词的时阵，直接互咱想到的是权力，是官位，是对成功的渴望。无论是教会的属灵领袖、教会的领导者，也是公司的主管，这个位，当咱想过强调这个身份的时，对咱关怀的团体、这个群体，咱想代志的方法，可能就会变作是用咱要安怎来管理，来将家己的想法会当做到底。安尼来想，就会有可能变做一种用权力来想代志，却毋是用人用性命的观点来看来关怀。若是当咱权力无够，咱有可能就会想讲要怎样把家己的权力搁较举较悬。这款性命态度会变做一款想要搁爬较悬的一款性命态度。若是咱所教导的圣经，咱学习迄款奴仆的款式，是迄款爬悬的性命态度，可能这款奴仆的性命态度会互咱较有安全感，会感觉较安稳自在。因为迄款爬悬的性命态度，通满足咱对自我实现的理想。但是，甲爬悬的性命态度无同，伫今仔日的经文中，迄个互人感觉淡淡的奴仆款式，代表的是一种往下面行去的道路。
这款道路甲人所关心的无同款。经文所讲起的是上帝所关心、所欢喜的。人伫这过程中所看到的是迄位受疾病、受到损害的萝卜，但是上帝所看到的却是担当咱的忧闷，陪咱的担当痛苦，佮用性命做赎罪祭的萝卜。时常，上帝受苦的萝卜，也可能是咱这服侍者、咱上帝的囝儿的性命表现。咱每一个兄弟姊妹领受呼召，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，成做伊的囝儿。咱中间有人在食头路，嘛有人已经结婚，甚至做了爸母，嘛有人已经退休啊。咱看到身躯边有真侪教会的兄弟姊妹，有的人经历着家庭的破碎，有人长期伫咧叛变的中间，嘛有人拄着非常大的意外，甚至是行伫活命甲死亡中间。但是，这些兄弟姊妹却犹愿意伫受苦中轻调上帝。到底是啥物，互咱会当引带咱来跑走军队呢？敢是因为家己已经有一个互人兴盛的见证吗？也是讲，因为咱已经有能力来赢过遐个痛苦呢？敢是即马咱家己的身份还是地位，会当帮助咱来活出咱对主耶稣迄个起初的疼心呢？这个问题，我想答案应该拢毋是。有一个青年，伊是牧师囝，伊捌向我分享伊的爸母伫咧牧会时阵拄到的挑战。伊讲到真侪伫牧会的过程中，互人误解、受到委屈的经验。其中有一届，互伊印象真深。迄阵教会准备要买一个地来去教育馆，教会有一个会友就伫咧网络顶面去造诣伊的老爸，讲这位牧师含厂商咧歪歌要食钱。面对会友黑白讲，这个青年的爸母拢无为家己讲话，但是这位青年听到却是非常忧闷，一直想要替伊的老爸出一口气。但是这位青年的老爸，毋但无为着家己来做解说，甚至伫咧一届讲道顶面，阁对会友讲出真侪感谢的话。这位牧师感谢上帝，互因全家会当到伫这间教会，而且感受到兄弟姊妹对因全家的疼。这话，互这位坐伫台下骹的青年听了真戆影。伊心内咧想，明明就受到遐尼侪委屈，哪会阁会当讲出遐尼侪感谢的话？几年以后，这位青年因为要考神学院，就到中华来考试。熟悉这位青年爸母的考试官看到这位青年，就好奇问伊讲：“你的爸母牧会嘛无轻松，为什么你要选择这条路呢？敢讲你唔惊吗？”这位青年应讲：“爸母的牧会过程中，虽然经过真侪的痛苦，总是也看到爸母伫受苦的过程中轻调上帝，伫祈祷中来听候上帝的心意。这款生命的深深感动伊。当这位青年决定要回应呼召的时，伊虽然看到爸母牧会的大众感染，却无惊吓。因为兴盛迄款伫咧困苦中，犹原伫基督内面，迄款芳芳的生命，伊看到基督十字架的卑微，甲看无家己。时常，咱教会兄弟姊妹
无一定有水的外表，嘛无家庭美容，互咱注目伊。可能嘛无好形容，通互咱羡慕伊。因的外表条件无一定互咱欣赏，总是因家己的性命来影响性命这款服侍，亲亲轻难。我相信，咱身躯边拢有真侪活出基督性命的兄弟姊妹，是迄款罗卜的性命，互耶和华所欢喜的得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捌见证过这款性命吗？在今仔日的经文中，以赛亚照伊的使命，将拯救的消息带予要倒转的这代以色列百姓，呼吁以色列要悔改，要行往耶路撒冷。既然愿意回应的，因的耳孔要听见，因的目睭要看见，心也会明白。无论是老日的巴比伦对偶像的敬拜，也是沉沦伫过去王国的悲伤，拢无法度经验到上帝拯救的行动。反倒当咱看见上帝眼中迄个受苦劳碌的性命，而且望会当行往超找上帝道路的时，回想因过去捌甲上帝立约迄款真实关系，伫遐才是百姓得到拯救的终点。当咱徛伫现代的巴比伦，先知以赛亚搁一届向咱来传播，就爱听见上帝拯救，爱看见上帝受苦劳碌的性命，会当互上帝来使用，搁要行往耶路撒冷，经历甲上帝真实的关系。伫苦难中，咱可能学得了解上帝的心意，总是伫咱搁无当明白代志为虾米会临到的时，咱敢有愿意看见上主受苦劳碌的性命，互主的心意成就伫咱的心上。伫以赛亚书53章10节安尼讲。总是耶和华欢喜损害伊，互伊受苦痛。伊的活命做赎罪祭，迄时伊要看见好的，搁加添贺寿。耶和华所欢喜的事，要伫伊的手中行通。愿主甲咱三家伫地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万行有时，有的时阵，阮实在毋知影为虾米伫这时阵，阮会受到这款的痛苦，经历这款的代志。总是主，你嘛透过今仔日的经文，互咱知影，互咱看见，迄个上帝你罗卜迄个受苦的性命，通互伊。通互你来使用，恳求你帮助阮，伫阮阁袂当明白的时，会当互阮对你有信心，通知影伫你的内面，才会受苦有缘有意义。我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求主将你的话轻调伫我心。这个时阵有一段时间，要代表台湾神学院来，甲各位兄弟姊妹做伙来请安报告。伫台新有一个影片，请同工来放，咱做伙来看。
己，正让人头痛，完全没距离，紧密结合。去年疫情爆发以后，学校改善真侪视听设备，因为有提前准备，互阮会通伫今年5月份忽然间升到3级警戒时，会通平顺面对。今年的毕业典礼伫开课礼拜2中间，阮用特样的方式传达听的信息，分享师生温暖的祝福，并提醒毕业生毋通袂记得上起初的呼调。立案了后，台新致意提升学术产出，努力产官学的合作。感谢主，阮伫今年6月份得到教育部评鉴通过。这个全面性的通过，无仅代表是教育得到更加侪认同，像是伫未来对学术界、甲社会会当做出更加侪贡献。今年3月底，南寮完成整修，是真侪听主的兄弟看见是教育顶面的需要，出钱出力，斗阵完成的工作。伫准工礼拜1天，有真侪过去带过南寮的牧长，倒转到学校，甲阮相甲欢喜。伫南寮完成以后，学校接续进行女新寮的整修。伫新学期的开始，台新必须凭着信心，迎接一个无确定的未来。对台湾教会来讲是真大的挑战。当主日礼拜所有的聚会，甚至是婚礼、丧礼，只有会当用网络来进行的事，你打破了咱伫教会生活的惯势，重新思考教会存在的目的，也互咱重新操练伫信仰中上基本，所以也是常常互人忽略的实践，就是专心较无上帝的话。真实的敬拜甲祈祷，并且甲主内兄弟姊妹三夫妻三结连，真实过基督徒的团体生活。这互咱想起一句话讲：这是上歹的时代，也是上好的时代。当然，今年的疫情也互新学院的经费面对上大的考验。新学院会当继续培养教会未来的侍奉者。若无地方教会兄弟的奉献，实在无法度达成。阮非常需要你的奉献。各位兄弟，继续用祈祷奉献来支持台湾新学院，互阮伫信心的引带下面，会当看明上帝伫这个世代的作为，也互阮会当勇敢回应上帝所交托互阮的使命。感谢兄弟姊妹接纳，会当互台神伫遮来请安报告。伫遮嘛特别邀请兄弟姊妹，特别为着学校做伙来祈祷，因为阮真正真需要用祈祷的心来推动遮的事工甲学校的需要。嘛感谢同教会伫这段时间恁的接纳。甲恁的祈祷、甲支持，互学校伫培养传道人、甲升学教育顶面，会当煞只继续用劲来行。感谢兄弟姊妹，嘛愿主赐福。这是咱的吟圣诗，圣诗548首，圣诗548首。我是为基督。我是为基督。
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我是为基督，是得伊的有福。我的心望主的国，做你真中路步。无论智慧本事，也是尊贵不有。奉献予主，做你旗鼓，做主路引顾问。无论困苦也好，也是有阮烦恼，也为着主真来传播，也全心一拢问。为主陪是你家，好打真情无体，心中高兴拢无放的，为主陪命到尾。请坐，这是奉献，请团军结束甲赵美珠结束来施献。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。这是来报告，报告的大声，咱先来看今仔日的金句。总是耶和华欢喜生害伊，互伊受苦痛。伊的活命做赎罪的祭。迄时伊要看见互下，搁加添火烧。耶和华所欢喜的事，要伫伊的手中行通。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，请咱来读2遍，请。迄时伊要看见互下，搁加添火烧。耶和华所欢喜的事，要伫伊的手中行通。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。是耶和华欢喜生害伊，
互伊受苦叹，伊的活命做赎罪祭。迄时伊要看天互的，搁加添过数，所看耶稣要伫伊的手来认同。报告，咱来看献开周报的第一页，咱有呈现迄个第一场礼拜的定数，甲咱即礼拜甲后礼拜侍奉的人员，甲顶周的出席，请咱家己来看。第二页有咱的水学的出席，水学的课程，团契的课程，甲咱小组的课程，咱家己来看。咱献开第三页。是咱奉献的明细，请咱有订单的，请咱咱的中心来更正吼。咱伫10月19有一个 ATM 转账入来的吼，咱查无是啥物人，请咱迄天奉献的，请咱甲咱的财务干事联络。第4页有咱的大岛的事项，请咱来看。这是咱来看第5页教会消息的报告。今仔日是台湾新学院奉献主日，学院派林树杰新学生来请安分享报告学院的近况，请为着事工来大岛奉献。咱这是要颁发新学院的迄个咱的奖学金吼，予咱的新学生林树杰来，咱请志平长老来来颁发。第二，咱要颁发109学年度第2学期的历学金，咱请水学来主持吼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这是咱来颁发这主日学的力学金吼，咱先请大专的。大专吼，是陈敏柔、柯宏斌、陈伟嘉、罗庭轩。何谦，赖何谦，咱国中一起来哈，佩斯，高中赖何谦哈。好，廖先慧、赖之国、许胜文、张彤、黄宇杰、廖先志、赖宇果、张永熙、许胜杰、张承熙。好，到了哈。
有受奖的其他的哥哥姐姐，我们也一起进来哈。那主日学这边哈，其实我们除了大家看到的国小班之外，其实我们也有幼儿班。那我们除了之外，在网上我们也一样有国中班跟师范班，也就是高中的部分，高中大学的部分哈。那成人的话，我们其实也有成人班的部分。那其实小朋友他们在每个礼拜信仰上，他们来到教会，其实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。再加上他们除了特别是这些大哥哥大姐姐，他们在日常的课业上面要负担之外，其实他们也来教会学习跟服侍。那比较小的小朋友，我想家长们也是非常辛苦。那就是说，也希望大家能够为着主日学的这些同学们一起来为他们来代祷，不论是他们的学业上，或甚至是他们的在家里面的信仰上的学习，来教会的学习，以及特别求大家也为着这一些同学们的家里的父母亲，我们一起来代祷，让他们能够在家里建立信仰，来到教会也可以一起来学习信仰，在信仰这条路上可以坚持。好，那我们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们知道自己还有一些朋友啦，或者是有一些在教会里面曾经来过，但目前还没有在主日学的，也请你们可以邀请他们回到主日学来做一起信仰上的学习跟成长。好，那我们在结束之前，我们也请传道这边来为他们做祝福的祷告。那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就一起低头闭上眼睛，我们为我们现场这些年轻的孩子来为他们祝福，为他们祷告，也顺便是为他们的一个鼓励。我们我们来祷告。主上帝，我们在这个时候向你献上感谢。主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如果有得着什么样的成绩成就，是因为你的智慧、你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，不是因为我努力、我聪明，而是你赐给我的。主上帝，让我们领受这个白白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而且我们要说，主啊，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，不要归在我身上，我一点一滴都没有，全部的荣耀都是你的。所以主上帝，我为了这群孩子，他们在世上的成绩，他们在世上让人看见他们可以领受奖学金，是因为从你而来的恩典。感谢神，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是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咱继续报告吼，今仔日吴牧师因为大神主日去鼓山教会请安报告讲道吼。第二个是朱德长老，因为浸信会我们的教会吼，受邀请去讲道甲祝福吼。以上，来后礼拜11月21日要举行传道部的部会甲圣诞节第3次的筹备会。伫中昼12点，伫701教室召开，请部员甲出席参加。倒来小的消息，对逐项聚会的指引。第一项，咱在业班社区在业班，对11月13开始会当开放聚会。相连团契本年度也是暂停聚会吼，教会小组照目前的方式来聚会。请会友自家己来选择3场的礼拜，同时段的礼拜，咱嘛有维持线顶的礼拜。第一场青年礼拜就是拜六暗时7点开始，第二场花语礼拜伫礼拜日上午8点开始，第三场是台语礼拜，礼拜四上午10点开始。咱同款入来教会爱带喙暗量体温、酒精消毒。扫 QR code 甲实联制吼，这咱共款拢安尼用吼。教会消息，新旧任中级团契首长的训练会伫11月27日拜六上午9点伫教会来执行。下晡要召开2022年的事工协调会中级会甲小会，请新旧任的中级各团契首长负责人拢爱来出席参与。第二点，2022年的刑事力小会聚会表，团契聚会表，
团契首长、甲区长，请伫今仔日教会办公室。各团契已选表，请伫后礼拜20号进前教会办公室。第4点，圣诞节、圣诞歌的义卖，迄个义卖吼，毋是义卖啦，准备要预购吼，伫11月28日截止吼，有3种口味吼，一地拢15箍，要买到6楼办公室来登记。第5点，咱的圣经速档吼，今仔已经读到撒该利亚书11章，撒该利亚书的第1章。具体的消息，本会张彩虹姊妹11月11日伫罗德生命园区完成抽奖礼拜，请关心大道，安慰遗族。第2点，本会社福生兄弟的伫11月13日伫康宾医馆完成个别对事礼拜，请关心大道，安慰遗族。第3，冰雪节牧师，冰雪德牧师就是冰济礼兄弟的爸爸。伫11月11日，伫上午伫嘉义中间病院望主运调。伫11月19拜五要伫嘉义市殡仪馆入殓火化。11月20拜六伫田中教会举行个别礼拜，请为遗族关心大道。教界消息，新德中会妇女事工部甲年会甲北区新德半日游伫12月初3伫新德公园教会，费用400块，请那个迄个会长来报名啦吼。大岛的事项，咱特别为着咱圣诞节的筹备来大岛，甲气候变化真大，请大家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。这是请咱团队来补充报告甲介绍。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咱拢知影。咱所怀念的谢旭生兄弟，伊的个别礼拜已经伫昨日已经完成嘛。今仔日伊出来的人嘛，伫咱的当中。OK， 好，请坐。请大家继续为着旭生兄弟伊出来的人来祈祷吼，求圣神的帮助甲安慰，永远甲因三甲伫地。上营第圣诗第390首，圣诗390首，乌老天父万福本源。请起立吟全首，吟诗煞请团队来祝祷。咱三个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耶稣基督的救恩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交通、甲感动，甲恁众人三个伫地，为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请坐，列倒。
平安礼，请咱这时咱的头前后壁平安，耶稣听你。